等下要安怎分配？有啥物策略？分配就是安尼吼，基本上吼，我就是负责试，我先甲试起来，我头两面就无方便。先手甲讲，先手甲讲，怎么分配？应该是上啦，一寡在地文化，对，我会知。选择题咱就会讨论啦。啊，不过咱若小机，我感觉加较兄较厉害。哦，你讲兄，阮啊有想法，随家打拍死，就马上试落。迄个台语无是啥物研究啦，毋过这是阮的生活，我就靠生活到运气安尼啦。千万唔通掠着阮四只好爸母啦，嘿，啊无加较兄甲你等位油店内底进。莫讲我无牛力啦，我即么感冒。我是甲你讲啦，我台语我是笑了袂歹啦，我运气嘛是袂歹啊，你唔通小看阮这队啊。瑞队，哇，700万！排队，摕奖金，对啊，讲台语，700万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700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家庭豆家。哦，赞啊！讲台语700万，哦，所以来欢迎来，大家落来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晚来欢迎第二组的家庭卫队。哎呦，瑞队，来讲台语上水贵，踏弟弟，欢迎上进无得比。欢迎！来，欢迎第三组的家庭，咱的拜队。排队摕奖金，阮爸面的赢，你免伤心。哦，欢迎！来，请来头前。来，这。来。哦，前三名拢伫咱遮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啊是咱的总决赛啊。没错。哦，咱的前三名拢伫遮哦。就厉害。咱这季啊，总共有96组的家庭来报名参加。是啊。即嘛上厉害的前三名，就伫咱的后边哦。没错。要来做这个总决赛的抢100万哦。是啊。是爱好我家问者，即嘛心情应该是乱糟糟嘛，是紧张啦。好，来咱问者，来。超级对。来，我来问者阮亲姊啊。正台南人啊。真紧张吼。是，来先问者咱队长啦。是队长，你即嘛应该转去了，困会去啊啦吼。嘿，困会去啊啦。啊，今日100万若摕到就困会去哦。今仔困会去，100万摕到是看妈妈要安怎处理啊。讲到妈妈介绍一下咱的队员。是阮妈妈，这阮妈妈秀琴姐。秀琴姐。阿哥哥。啊，大兄。是，啊，咱顶座有摕到奖金无？对，阮顶座嘛是夹的啊，今仔过来提款。哦，一届寄真济哦，寄真济哦。去甲问者，啊，若摕到100万要创？对。摕到100万，第一件代志，教会10日奉献。哦，赞。对，咱教会啦。第二件代志就是带全家来日本耍一转。好好管，啊好啊去佚佗安尼啦，是好，欢迎你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第二组呀！第二组啊，哎呦！来，我看到阮的你的家哥哥，家哥哥拢介高水笑眯眯安尼啦。我拢怀疑伊嘛是咧做庙公。无，是来队长，咱队长，咱介绍者先完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竹。啊，今仔日我嘛是邀请我的酸友做伙来提100万。是啊，这是家角兄。大家多比哥。大家好。嘿。IKEA。哦，其实拢真强咧。对啊。你无看人咧，其实拢头脑拢足紧的哦。是啊。是无毋对，啊，甲恁问者吼，100万对恁来讲嘛是真大嘛吼。咱要做什么代志？我要捐一部分互迄个石虎。
保育协会。哦，哎，你唔通因为头一堆讲要管，你嘛要管。无，因一定有这个心，因为因逐道来哦，大家有看啊，注意着，因真正拢会挂这种哦，因为这种动物已经即马真少啊，唔通搁甲刣啊，嘿，唔通搁掠倒去厝里饲。所以好好个保护。好，希望恁100万会当摕到哦。好，欢迎你，来换咱这较笑的啦，较笑的啦。是，阮的光头。哎，恁是家己报名的，是毋是？像。我报名。哦，巧哥，你看过阮的节目？有啊。啊，你感觉趣味？系啊。所以讲你家己报名来参加。一开始敢若嘛是朋友讲，我感觉你会使去试看卖，嘿，我想讲我趣味，而且还有100万的奖金，就想讲来报名看卖啊。是，因为今日就是咱即季的上尾一天啊，阮嘛希望讲阮后一季的时阵，共款若有迄100万，希望讲哦会晓讲台语的朋友，唔管是毋是，嘿，侨务的朋友啥，拢通啊报名来参加。好，来今日先完。哦，啊，你嘛讲一下话。我光头啦。伊光头啦。刚刚来领钱的。嘉哥。阿告。素汐。啊，若摕到100万要创啥物？我若摕到100万，我上想要做的就是互人知影讲，像讲学台语无好，学台语会当摕到100万啦。赞。其实来遮嘛，毋是真正有影，全部拢是为着100万咱才来，就是要来学台语啦。对台语有兴趣。趣味，阮希望讲哦，鼓励大家。唔知准备这个奖金的迄落100万安尼，要大家啊，希望讲大家通啊一面来佚佗，啊，搁一面通啊摕奖金转去安尼啦。这才是咱的目的。是无唔对？哎，欢迎您哦，加油呢！好来，好啊，介绍咱今日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哦，是，这重要。来，是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抱歉，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就是因为老师这句哦，哎，接讲就通互恁哦赚大钱，买新厝，唔到100万出来哦。是啊。是啊，100万哦，讲真的啦，一定要有人见证啊。对啦，应该公平公开啦吼。嘿啊，会恐怖呢。是，来，咱有律师无？哎，欢迎咱的见证律师，咱的龚风华律师。律师你好，律师你好，律师真正你有检查过100万搁伫遐无？100万哦。嘿，100万有机票啊。机票就好啊。即嘛较简单啊，开机票，较简单。无唔对，当时甲阮替因加油。对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拍擂台。斗阵拍擂台。哎，大家做伙来，紧的。哦，来，今日甲规则，大家讲一下。好，先讲一下吼，同款吼，咱有影片，为影片内底想出正确的俗语，啊，队长来起灵回答，但是吼，全部的人拢来做伙参详，甲队长讲，哦，所以毋是干那队长家己一人想。啊，分数咧。哦，这回合咱就抢4分。安怎讲咧？咱选2队进入上尾的第2回合，所以先得到4分呢，就会使去你休困。第2队得到4分呢，佫会使去休困。啊，第3队你爱上班得到4分，你就要再战回家。来叫车。啊，车叫好啊。是，车叫好啊。车叫好。好来，咱来看头一题哦，是啥哦？几个字？5个字。5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。哦。哎呦，这表情，有你看伊表情。哎呦。哦，好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光头。惊袂着顶。啊？哦。佮讲一遍。惊袂着顶。惊袂着顶。来，老师惊袂着顶，对唔对？正确。哎呀，咱若要做什么代志吼，拢爱有勇气啦吼。啊，你若讲还未开始做，你就先惊吼，安尼你永远都无机会啦。所以咱讲惊袂着顶，你就爱有勇气，你去比赛以后才有可能会着顶。啊，你若一直惊拢唔敢去，安尼永远都无机会。哎，恭喜哦，恭喜排队哦！1分啊哦！1分啊哦！继续来2队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这题几个字？10个字。10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。哦。哎呦。有哦。哎呦。有什么话？哎呦，表情。哦，知影无？无要紧哦。会当提无？会使提示。来，我甲恁提一个哦。哦，大家做伙第一个字的提示。
变，要安怎变呢？是，唔知，过来第二个哦。搁一字，来第二字，天，什么天？什么天？还是什么天？变？哦，对，什么变？哦，是有无？好来，咱请抢答。来，哎呦，哦，来，要试看卖啊，阿姨来。春天后无面，要变一时间。哦，春天后无面，要变一时间。一时间。好来，老师伊安尼答案对唔对？健康。有够强啊！春天的天气咧变足紧的啦吼，是连咪好天，连咪落雨，啊，连有寒，连咪搁热，啊，所以咱即句话是讲，春天就哪像后母共款，因为过去咱讲后母会苦读情人囝啦吼，啊，伊若是伫人情的是对迄个情人囝足好的，若无人看的是伊就会甲苦读，啊，所以伊讲伊咧变面足紧的，啊，就春天就是像安尼，吼，连咪好天，连咪歹天，连咪出日，连咪落雨，安尼。是。来，好，来，佮继续哦。来，即题几个字？简单5个字尔。5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，哦，有啥物话？哎呦呦呦，有无？知影无？咱请抢答。哎呦，你真正请抢答啊！来，蚵仔鱼见肉，见水啊！蚵仔鱼见水，讲我清楚，讲我清楚。蚵仔鱼见水，蚵仔鱼见水。见水，见水。哦，来，老师，蚵仔鱼见水对唔对？健康。哦。当年若到寒人吼，迄蚵仔鱼拢会收伫咱台湾遮来吼，伊要来遮生卵啦。啊，伊来拢规大阵啦吼，规大群的。啊，伊伫海内面吼，大家拢想要进去头前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啊，就是讲咧比赛时吼，伊无要输人吼，伊想要走去上头前的吼。咱就讲迄就是蚵仔鱼进水，啊，进水就是咱华语讲的逆流而上啦。所以伊就是水无管怎流，伊总是要向前要。争取第一名呢。搁刷落去啊哦，搁来一题哦，来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，来咱请出题。哦，是啥？哎呦呦，伊即款啥啦？哎呦呦呦，7个字，哦，有意思无？来，咱通啊请抢答，不要紧，唔知啊。哎呦，有个来啊。阿妹，看到乌影就开枪。哦，看到乌影就开枪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来，拢好啦。哦，这是恁讲人风声放影啦，就是讲明明你都无真正有得到足确实的证据，啊，你听到什么风声，你就要开枪，你就去讲啊，一定是安尼，啊，咱就讲这种的人就看到乌影就开枪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来，即马目前的情况就是讲，咱的倒队1分，厉害哦。回队1分，嘿，咱的摆队2分哦。好，来哟，继续哦，吼，心内有数。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5个字。5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，哦，因两个，哎呦，阿妹哦，啊，等下哦，等哦。好，看好啊哈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花茶压力灶，哦，啥位？花茶压力灶，花茶压入灶，是来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你看，哦，厉害厉害。古早咱吼拢用大灶咧煮食啦吼，啊那大灶吼爱香茶还是香炭？啊你香茶来讲，迄茶库吼长长吼，你若要入去迄个灶坑吼，爱夹直的才会入去。再弄个哩。你滑的吼，要入去无可能的嘛。啊，不过有的人就是许野蛮的吼，伊硬要安怎做迄个无可能做的代志，啊，咱就讲伊是欢茶夹入灶。好来，咱即马目前就是来咱1分，倒加1分，排队1分，嘿，咱排队3分哦。3分哦，因搁差1分了。加油哦！咱为着公平哦，会记听我讲请手答无？好，咱来看这题几个字？4个字。4个字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咱请出题。哦，哎呦，有无？安那，请手答。好来。人教小家。来，老师人教小家。人教小家歹势音唔对哦。哦，好来，等下哦，好来。龙教小家。哈？龙教小家。龙教小家，来，老师龙教小家对唔对？安尼就正确啦。哦。第一组伊回答的是讲人教小家，咱台语讲人哦是咧教算啦。哦，咱讲迄只狗足歹，你唔通惹人。
啊那咱即马答案是龙到收家，这是西龙的意思。你就超工去西龙迄两只到收家，这定来是咧讲。你知影讲迄两个人吼，可能有淡薄误会吼，啊你超工去甲伊讲哦，伊对你安怎，伊对你安怎，互伊两个去冤家，咱讲安尼是咧弄到相加。咱即马来看一分数，咱的豆家即马1分，嘿，啊咱的灰咧嘛是1分，嘛是1分，啊咱的白咧，白队即马有4分哦，所以会使落去休困哦。嘿，来咱先就顶悬的休困，坐位啊去坐，恭喜得到咱的决赛迄个门票啊！门票真正打卡入去啦吼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换咱两队哦，来拼一下哦，来这题有几个字？10个字，10个字，来咱请出题，斟酌看哦。哎呦！哦，是安那哦，准备好啊哦，来请手答。哦，来。挖一岛捡到一只金鸡母，挖一岛捡到一只金鸡母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正确。哦，哎，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哦，得到第2分哦。是哦。对，咱做代志哦，唔是讲定定拢会成功啦吼，有时会拄到失败。啊，不过失败了后，你可能得到经验，后摆你就会成功啊。所以咱若这种情况，咱就讲，虽然头前有跋倒，但是得到经验，咱像捡一只金鸡母，后摆你就成功啊咧。好，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6个字。6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。哎呦哎呦。哎，有你怎啊？哎，上来，请手答。哦。好，来。豆家。来。就叫才要放尿。就叫才要放尿。 6个字。嘿。就叫才要放尿。就叫才要放尿。好好好。好，来，老师上叫才要放尿，对唔对？正确。哎，分数加入去。恭喜咱豆家得到第2分哦！又个白手啊，又个白手啊！白手啊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查某人要嫁人吼，拢真早就知影，都准备足久啊啦吼。啊，你就知影你要上桥啊吼。 你真早就爱先去放尿放好好啊，袂使甲上桥才要放尿。但是讲咱做代志爱有先做计划啦吼，莫到临头啊吼，才讲要创啥，安尼就会代志做袂好势。哎，我唔知恁遮尔啊强呢。今麦搁2比2咯。又搁比啊开始啊，2比2啊，2是愈来愈近哦。对对对。好，来出一题，这题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，来咱请出题。请看。 好，有看到。阿伯，还请手答。来，请手答。好，豆家。来。来啊！你唔是鸡卵爸爸嘛有芳？鸡卵爸爸毛芳，爸爸毛芳对。鸡卵爸爸嘛有芳。嘿对。好，来，你大声讲啊，老师听。大声。鸡卵爸爸嘛有芳。鸡卵爸爸嘛有芳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 哦，咱的答案写的是鸡卵爸爸也有芳啦吼。不过这鸭甲妈是同款意思的词啦。哦啊，所以咱台语话讲鸭话讲妈，拢会使，这两种版本拢有人讲啦，所以嘛会使算因的答案是正确的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起码上紧张的就是啥，你知无？起码差1分呢。差1分就要晋级吧。差2分呢，啊，等下搁平手，哎，咱就搁继续差1分安尼啦吼。好，来继续落去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这题几个字？5个字。5个字。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再看。哦。哎呦。阿伯啊，等阮请手答。哦。好，来。 剩一个晋级的名额，倒一队会互人淘汰呢？起码上紧张的就是啥，你知无？起码差1分呢。差1分就要晋级吧。差2分呢，啊，等下搁平手，哎，咱就搁继续差1分安尼啦吼。好，来继续落去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这题几个字？5个字。5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。 哦，哎呦，阿伯啊，等阮请手答。哦，好来，妖怪假说字，妖怪假说字哦。来，老师，妖怪假说字对唔对？歹势，唔是哦。哦，唔是妖怪假说字哦。都讲了，知影坚持哦。好，来，知影无？敢知？啊，我有提示。有哦。哦，安尼我那么来，提第一个字。爸。爸。嗯。 顶头一套就是下面。还有挺居家的呀。是。啊，
好，了解，搁一字来一字好不好？等一字哦。好来，脆霸，脆霸，是你娘哦。来，安尼好我来，是你娘来。啊，一个来，脆霸目睭腰，脆霸目睭腰。来，老师，脆霸目睭腰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有厉害，有厉害，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咱的作家得到第4分哦！这句话吼，其实有2种版本啊。有的人讲嘴巴目睭腰，啊，有的人讲嘴巴目睭腰，哦，啊，这是2种咱较常听到的版本。啊，伊即马讲的哦，是甲这2种版本夹做一个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是会当接受啦。伊就是甲头前迄个嘴吼变调，但是后壁迄个目睭的睭无变调啦。啊，这是较特别的版本啊，不过咱会当接受啦。恭喜恭喜，来请就位，请就坐，嘿，先就坐。哎呦，咱手拢足紧的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手拢足紧的，有当时啊就是收紧，对啦，讲出来答唔到。因为因输1分呐，所以爱手紧啦。阮金山游园叠加，嘿，等你来背。后一季，咱来甲阮背一个安尼，好不好？等待您啦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谢谢。来，请甲您叫好啊。来，再会咯，嘿，感谢，后回搁加油啦，搁报名。再会哦！再会！哇，真正会唔甘啦吼！心肝淡不过艰苦。即马即届我较知影因的实力遮尔啊好呢。足强的啦！哦，来，即马先恭喜咱2家。嘿，会当来咱后一回叫做霸班决赛。霸班决赛。100万是啥的？来，规则先甲大家讲一下哦。是，咱2队家庭吼，会使同齐作答，系人讨论啊。嘿，会当讨论，而且吼，要甲你讲的是，差不多是抢4分嘛。是。只回合抢7分，先摕到7分呢，就是咱的100万冠军得主咯。嘿，无唔对，而且速度一定要紧，答案一定要正确。对。几秒？哦，一题是10秒的时间。10秒的时间哦。所以你若吼回答2边，譬如讲2边拢选 A，咱就看什么人秒数开较少时间的，迄分就所以。是，咱今日的总冠军啊吼，目前有30题题目，嘿，拢放伫咱的题库内面。哦，啊，即马就伫咱的迄落啊，题目小姐的身上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连这题目阮拢唔知影啥，所以讲真公平。即马就来抽，是不是？来2队，来杨健队长杨健，看啥人决定要先抽。你免花去。加刀石头布。哦，好，来准备好了未？对。来，咱即马来抽牌。抽来队长，看来题目是啥哦？好，来，咱即马抽出来。是22号的题目。22号。22号啊，22号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俗语伫咧讲，会得2人困共枕，较好露水当回心嘛。你敢知影这句话会当形容什么款的人 ？A. 离缘夫妻 ，B. 恩爱夫妻 ，C. 感情好的兄弟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。来，10秒尔哦。哦，来，咱后标答。对，是不是咱答是 B？ 嘿，啊秒数咧。即嘛是9秒83。9秒83，啊那咱这边的是答案是嘛是 B。是，啊秒数9秒87，伊较紧。哦。紧0.04秒尔。哎呀，好，来咱即嘛来问一下吼，恁选的是恩爱夫妻，为什么？恩爱夫妻啊。2人困共枕嘛，较好露水当回心嘛，啊，就是感觉因的感情最好啊，吼对无？会较咩迄个酸档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迄个酸档，这是咱老前辈讲的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即嘛哦，就是啥，你知无？秒数的问题啦，差这0点几啦。是，所以咱排队得到1分咯。啊，这句话吼是咧讲，翁仔某困共眠床啦吼。啊，本来应该有迄个翁仔某的，就是翁某行啦吼。啊，但是呐，到真济岁啊，还佫会当困到阵，啊，就算讲袂当佫做迄项代志啊，嘛感觉是真好，所以这就是恩爱夫妻啦。后壁迄句话就是咧描写迄种
翁仔某之间的行为啦。机会大家拢有哦。咱即马今日换人。来，换人。换人啊！换妈妈这边是换妈妈，这边是徛鹅啊。好，来，咱抽。来，抽第一个回答正确，所以搁抽一遍。第二题。来。来。好来。谢谢。咱即马抽到的号码是10号。10号。10号哦。10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要新建设的国道7号，是为着要解决什么港口的交通问题 ？A. 高雄港 ，B. 基隆港 ，C. 台中港。来，咱请选题。来10秒哦。10秒哦，国道7号哦。好。高雄、基隆。10秒哦。来，拢有答案嘛哦。来，咱倒对，咱选的是 A， 吼，啊，咱的秒数是6秒77。6秒77，即卖上紧就是恁的丢就对啊啦。对啦 ，A 就对。丢就好啊啦吼。好，啊那咱排队这个是 B， 基隆港。啊两边拢无共嘛吼，一个是伫高雄，啊一个是基隆。我来问阮高雄的，恁感觉是伫高雄？是不是？我感觉即卖高雄会建设啊，足好啊。应该是高雄吧。啊，那咱这边的是基隆。因为基数哦是南北向。起来啦，起来是南北是东西向。啊，我小可思考遐地理，感觉较像是基隆，不过无确定。对，无定就是基隆哦。对啊对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有计划来还未起的路啦，啊，这应该是要做啊啦吼，过来无偌久就要做啊，这是伫高雄，因为高雄港即马就是交通有一寡问题，真侪迄个货柜车要驶入高雄港爱坐大弯啦，系啊，即马就要做一条新的路，互迄个货柜车若要入去吼，就毋免去坐市区，会当直接去到高雄港，哦，所以这是为了高雄港来新设的一条路。嘿，1比1啦哦，加油哦！嘿，对头开始啊啦。嘿，对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抽，来，咱这边。是好来，咱即摆抽到的题目是16号。16号哦。来，两边看一个哦，看到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金马奖是台湾奖励电影上重要的奖项之一。你敢知影用金马来号名有啥物意义呢 ？A. 金色的马有好格调 ；B. 奖项伫咧马年创办的 ；C. 金门甲马祖的头一字。好，来，咱请选题。是，好。来10秒。哦，大家拢是 C 啊。来，拢是啊，秒数是8秒63。吼，啊这边嘛是 C。因为秒数是9秒83。哦，好来，我来问一个哦吼，咱选 C 是因为你知影嘛？嘿。是。啊，不过我卡手较慢。是。好来，啊咱这边嘛是答案嘛是 C。是，我读册捌读过。看一下哦。来。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不过秒数咧，咱的排队秒数较少，所以咱排队得到1分。哦，开的秒数较少。金门甲马祖是咱的上前线啦吼。是。啊，较早咱也搁伫咧迄个算讲冷战时期啦吼。啊，咱为了要鼓舞金门马祖的这个军人啦吼，所以咱设这个奖的是用因的这个金门甲马祖的头一字来号名。啊，咱较早咧做兵时啦，抽签的时候啦，抽到金门还是马祖嘛，讲互人讲是抽到金马奖啦，就是要金门还是马祖安尼啦。所以这金马奖就是金门甲马祖的意思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抽牌。我抽好。是。好。刺激。看题目啦，咱题目内面有简单的，有较困难的哦。是来看到。咱抽出来是第15题。第15题。系，来请出题。请问，牛仔除了会当摕来讲查某人，嘛会当摕来表示倒一种生物的 ？A. 老虎 ，B. 孔雀 ，C. 蚕宝宝。好，来，咱请选题。来10秒。好，来。哦，这边是 C， 吼，啊，咱的排队嘛是 C 哦，不过秒数倒对的秒数是9秒83，高尾83吼，啊，咱排队的咧是9秒70，所以倒对较紧。哦，袂歹哦，不过咱即马爱看答案嘛哦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C。恭喜倒对，加1分，加1
一分。如果2比2咯，啊，搁白手，哦，搁白手，搁开始啊！搁开始啊！哦，咱囡仔时代吼，饲的这个蚕宝宝吼，嘿，台湾话吼有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讲法啦吼。啊，咱伫北部多数拢是讲牛仔啦，哦，啊，南部人是讲蚕仔，是讲潭仔啦。啊，这个牛仔就是咱来讲牛仔丝，哦，就是土的丝。啊嘛有讲牛仔长，就是桑树啦。哦，咱台湾来讲牛仔长就是一种树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牛仔就是潭仔还是蚕仔，哦，就是我叫讲蚕宝宝。要继续抽，嘿，咱拄啊得分，好，谢谢。大家拢无人要讲生笑，咱即马抽到是第14题对无？第14题哦，来，拢看好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讲一个人讲话挂骨是讲伊安怎咧 ？A 无内涵无营养 ，B 甲人口洗 ，C 声音真悬。来，咱请选题。哦，答案拢出来啊！答案又搁拢共款啦，即嘛秒数无共尔啦吼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比赛进入到后半场，倒一队会当摕到100万奖金嘞。是第14题对无？第14题哦，来，拢看好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讲话挂骨是讲伊安怎咧 ？A 无内涵无营养 ，B 甲人口洗 ，C 声音真悬。来，咱请选题。挂骨，嘿，挂骨。哦，答案拢出来啊！共款，答案又搁拢共款啦，即嘛秒数无共尔啦吼。好，来，咱的这边咱倒对是 B， 咱的秒数是8秒4。8秒4。哦，啊，咱的迄落啊，这边的排队是 B， 啊，秒数是9秒83。9秒83哦。好，来看一个答案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来，恭喜咱的排队加1分咯，即嘛3分咯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哦，讲人讲话挂骨吼，就是话内面吼，咱像有刺共款啦。因为咱的骨头，咱若食肉吼，咱是无希望讲内面有骨还是有刺啦。爱讲话挂骨，听到就足解叫的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讲人讲的全部咧共口说，互人听了无欢喜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抽牌。ABC 镜头先看咧。是，好。来，好，咱即马抽出来题目是第23题。23题哦，来，看一下哦。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嘉义的凉面拢会染白醋，这就是咱讲的 mayonnaise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称呼是安怎来的？白醋这个称呼 ，A 以前用醋的醋干仔内底 ，B 看到白白 ，C 日本师傅的配方。来，请选题。来，哦，答案无共款哦。吼，咱倒对是答案是 C， 伊的秒数是8秒63。8秒63。好，啊那咱来排队，伊的答案是 B， 嘿，啊伊的秒数是9秒5。好，来，咱来问一下，咱的答案是 C， 日本师傅的配方，是唔是？马油内应该是日语啊，是马油内所以是日本师傅讲过来。哦，是。好，啊那咱少年的这边咧，看起来白白啊嘛。是。我嘛是用药的啦。你嘛是用药的，捌食过无？捌食过。最近在食，最好食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来，恭喜！到对哦，佮加1分，佮白手咯。哦，来。啊，伊拄则讲这日本话吼，无唔对啦，这最语就来。不过伊这原来是英语啦 ，mayonnaise， 就是咱即马讲的沙拉酱啦。哦 ，mayonnaise。啊，伊上来会叫做白醋咧，因为日本人咧做这个时候，迄当咱教咱台湾人做这个时候，伊有一个配方嘛吼。啊，配方内面吼，用迄个卡纳，迄个日本的迄种漂音的符号，台湾人看无，但是看到其中有汉字吼，因为日本人有用汉字嘛，有看到白甲醋，啊，就甲这两个讲做是白醋。啊，所以即马留落来，台中人讲迄叫做白醋。过来啊，3比3，够刺激啊！哦，好，来继续抽牌。来，看题目嘅，你们较知无？吼，来，对家己较有利的。是无唔对？咱抽到的题目是20题，来20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词无答无煞，是咧形容什么款的情形呢 ？A 一个人腹内无学问
B 物件伤少无够额 ，C 厝内无钱。来，咱请选择。嘿，来，倒对咱讲的答案是 B， 不过伊的秒数偌济？伊的秒数是8秒3空，8秒3。是8秒3，吼。好，啊那咱的迄落排队是咱的答案是 A， 嘿啊秒数咧9秒27。哦，真紧。嘿，但是两边答案无共。答案无共哦，即马就看答案嘛哦。吼，好来，咱来问一下，咱这边是 B。这边是听阮阿姨讲。阿姨捌听过无？嘿，无答无答。是物件。是物件足少啊。哦，物件伤少啦。系啊。是无答无答。好，啊那这边就甲恁无共款啊啦。恁讲一个人的北来无校文，是毋是？用药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阿姨厉害，阿姨厉害。阮三个加入去。恭喜咱倒对加1分咯，4分咯。哦，这个无答无答吼，是咧讲物件少啦吼。咱像讲5、6个人伫遐吼，啊结果要来啉米露，啊配酒的物件吼，敢若一撮人来讲，哎呦，啊这撮人物件无答无答，要哪有够气啦？安尼安怎食嘛食无够气，安尼咱讲做无答无答。正刺激就差1分啊啦！倒对头一摆赢。无唔对，咱拢一直行去，一直行去哦。好，来继续抽牌。加油加油！抽一下对家己有利的吼。无唔对。来，两边拢要加油哦。是。咱即马抽出来题目是第24题。 24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个古地名叫做半线，伊是今卖倒位的 ？A. 台中市 ，B. 南投市 ，C. 彰化市。来，咱请选择。半线。对，台中、南投、彰化。好，来，哦，答案有啊，咱的答案是 B。B 啦。因的秒数是8秒2。对，因差不多拢这，因为速度，因看无。老花系啦，老花啊，较慢的吼。确定啊，较似。对，啊，少年这边的答案甲恁无共款，伊是 C。吼，毋过秒数是。秒数是9秒73。哦，拢真紧哦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下，咱的答案是 B， 你敢南投？我用药的，因为敢若伊无挖海边挖海尔，所以可能靠山无靠海安尼占一半。想讲安尼药啦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是彰化。国小敢若有读过，但是我唔知影由来还是安怎演变的。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有个白手啊！个白手介厉害！来，有分数，排队加1分，即摆3分咯，4分咯。对啦，这个所在伊的旧地名叫做半线，啊，伊讲伊唔知影是安怎叫做半线啦吼。啊，其实这嘛无遐大知，因为你看汉字约袂出来吼。伊这是迄个中华遐的原住民吼，马武扎迄在地原住民编部族的因的话，讲因遐有做这个名，啊，咱是照因的音去甲用汉字甲伊讲做是半线，啊写做这2字。啊，到底是毋是这2字？应该毋是啦吼，啊，就是原住民的话留落来，因为台湾足侪地名拢是照原住民的话语来讲的。白手，咱行下，搁甲拼落去啊！好，来抽牌。来，即马排队抽牌。因拢无笑容呢，少年啊足严肃的。你会紧张哟？较笑咧，我较笑咧。在新牙都来呀啦，来。抽出来题目是第25题。25题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阿母叫我去菜市啊买螺丝，你敢知影是买啥物呢 ？A 一种海产 ，B 一种猪肉 ，C 一种菜色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嘿，海产猪肉菜色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答案哦。咱这边的答案，倒对的答案是 B。B 啦。嘿，不过伊的秒数。是6秒外。看阮排队的，阮排队的答案是。嘛是 B。嘛是 B。嘿，秒数。9秒外哦，因较紧，较紧。足紧的哦，因的恁的目睭拢真好。嘿啊。手嘛真紧，咱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啊，秒数上较济。咱即马吼就是因较紧，所以咱排队加1分变5分咯，愈来愈哇。啊，这是对日语招来啦吼，啊，有的人讲螺丝，有人讲螺丝，啊，伊其实嘛是对英语来吼，英语叫做 roast， 就是因为这的肉就是咱讲里脊肉啦，吼，都是足大地吼，啊，咱做排骨便当啊，啥嘛是用这的肉啦，啊，真侪人拢摕来烘啦，啊，所以用迄个烘就是 roast，
用迄变做日语老鼠，啊，咱台语搁对日语出来，有人讲做老鼠还是讲老鼠安尼？加油哦！即马目前的战况是5。哦，是离7愈来愈近啊，不过嘛是愈来愈刺激啊吼！来，咱抽一个牌，请抽号码。是。我感觉抽牌足公平的，是，无唔对。来看一个哦。咱的题目是第17题。17咯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俗语伫咧讲，猫咪物件兔囝为囝死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咱会用倒一种水果来形容？爸啊母啊，为着囡仔牺牲甲奉献的。哦。猫咪物件是 A 金蕉，是 B 芭乐，C 西瓜。来，恁请选择。七。好，来，有无？两边拢同款的，嘛是看秒数吼。好，来，咱讲的是 A 嘛，咱选的是 A 金蕉。是。好，啊那咱这边嘛是金蕉。来，捌见过吼。听过这句俗语，听过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哇！两边的答案拢共，但是秒数是。咱的排队较紧，所以排队得到1分，6分咯。已经听牌啊。这金蕉丛吼，伊开花啊，结果了啊吼。咱家挂掉吼，伊无偌久伊就会死啊。啊，伊伫咧死进前吼，伊会伫伊的丛的下骹只佫生一丛新的出来。啊，咱若种金蕉人就会甲迄个旧的吼，甲伊剁掉，啊，甲迄个新的吼，甲伊挖去别位佫定种啦吼。啊，就属于讲伊有新的囝以后，啊，伊某丛就死去啊。就是讲伊为着要互迄个细丛的佫大丛，伊家己牺牲掉。啊，咱就是咧讲啊，金蕉兔囝为囝死，吼。啊，伊就是生一丛新的以后，伊家己就会死安尼。啊，就是讲咱像爸母为着照顾囡仔，牺牲家己共款啊。哎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其实即马正金蕉你知影啥物？因为这边是咱排队6分，啊，咱这边倒队是4分啊。所以讲咱秒数一定要较紧的。好，来，咱继续抽牌。抽牌。哈，紧张。来哦，咱抽出来是第7题。第7题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肉点这个台语词啦，会当用来形容倒一款人？肉点 A 戆戆的人 ，B 身材较肥的人 ，C 互人欺负的人。来，咱请选择。是好来，咱选的是互人欺负的人。是肉点，是不是？来。肉店会讲肉点啊，都做肉点甲拍。哦，向毒向拍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这边的咧，差不多意思，嘛是共款嘛，甲人欺负的安尼啦，叫人欺负的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C。答案是对，但是咱看秒数，咱倒队的秒数用较少，所以倒队加1分咯，变5分啦。加油！哦，因拄则有讲啦吼，这肉点要用来剁肉的啦吼。啊，咱若叫人欺负，就刚刚想讲，咱放伫肉点顶面要互人剁的，所以咱讲做肉点就是互欺负的人啦。咱的对5分，嘿，啊，咱的排6分，喂，6分甲5分差1分，对啊，哎，要甲7分嘛是搁差1分尔哦，加油啊！继续哦，好，来，咱先选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，来换人哦。咱抽出来是第12题。12题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白目是讲一个人袂晓看人的面色，目色无好。啊，若讲嘴白是啥物意思咧 ？A 惊食 ，B 面仔青顺顺 ，C 嘴皮。哦，咱这边是选的是 B， 咱倒对。最白就是嘴唇发白啊，系啊，所以唔配啊。啊，咱这边选的是 A， 什么？敢若捌听过，就是喙斗无好。100万冠军到底是倒一队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白目是讲一个人袂晓看人的面色，目色无好。啊，若讲嘴白是啥物意思咧 ？A 惊食 ，B 面仔青顺顺 ，C 嘴皮。来，咱请选择。答案无共啊哦。哦，咱这边是选的是 B， 咱倒对。来，我问者，嘿，面仔青顺顺吗？最白就是嘴唇发白啊。系啊，所以唔配啊。
哦，应该是安尼吧？对啊，是当时哦。要欠费啦，对，爱食糖啊，吼。好来，啊，咱这边选的是 A，经咱济。捌听过，就是喙斗无好，喙斗哦，喙斗无好。无大项要食。但是无，因为我无咧讲，所以我嘛无确定。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去做，请啦。来，必须直接宣布，咱的派对就是咱总冠军摕到700万。恭喜！来，颁奖！咱的支票。700万！哇！我相信即摆的心情，你应该是足激动的啦。咱有台语是要创啥，对不？对啊。就是这摕到这个成绩单。徛我讲的，学台语嘛会使摕到100万。好来，我即马先听咱光头的来讲者，因为伊平常时啊拢无啥要讲话，即马互你好好讲。好。来。我互伊讲。咱徛我讲。好来。我即马有小较激动，因为我其实。差不多就去年的这个时阵，我个无啥会晓讲台语，就是我家己学台语就差不多1档外的时间，就是我真正足爱这个语言，我就感觉我为无啥会晓讲台语到今麦会当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摕到头一名100万，就感觉家己过去迄段时间的努力，拢真正有一个成绩，安尼就是足感动安尼，嘛感动。真正这感动啥啦？因为真正无啥会晓讲，即马豆啊会晓讲，我通啊摕到100万，表示讲伊的成绩已经家己接受啊。有肯定啊。嘿，无唔对。啊，到咧。我是一个一直以来拢有利用台湾话做 hiphop 歌曲的一个 hiphop 歌手啊，所以我伫创作的时阵，我是想要去找较接近我家己的内心的一个语言来写歌。才会去继续用台湾话啊，做这件代志有这个路程，互我行到这，我感觉是虽然这毋是音乐比赛，不过这嘛是我累积甲因做伙拍拼得来的，所以我是真感谢嘛，真感动。好，恭喜来换你咧！我就是朋友接我来，我就就是正熟悉店家啊，拄啊回答的拢是，我就店边啊咧，哦100万啊，真欢喜，算我捡到。伊讲伊足冷静，我头一摆看到伊，还没搞阿酒啦哈。因拄则真正足冷静的，因4位拄则拢足冷静。来总结啦，吼，来，互你讲一个光头，你拄爱心情是啥？本来小可大型啦，感觉讲家己程度应该袂歹，不过每一关虽然拢有赢，不过拢是足危险的，差一输啊，就输啊安尼，所以尾仔就是就是知影家己倒位无够，啊，搁去补一个安尼，就是像上班会偷摕时间去看一寡台语的物件。这算做真正啦，真正家己知影家己倒位不足的所在，咱来去看一俗语啊，看一啥。其实今日咯，4位拢爱上爱感谢是啥？感谢阮倒队，啊！是安那，因为骹手较慢呐，伊的手较慢呐，让不止2分呐。嘿啦，可能让恁5分、4分拢有哦。是，不过吼，嘛是因安尼，互恁机会。是安那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其实吼，台语这种物件，确实也是无简单，啊，不过嘛是真简单。啊，不过吼，恁若是像因安尼，足认真练，有一天恁真正嘛通报名来阮专家有地位参加比赛，会甲这100万摕到转去啦。是，好，今日啊，谢谢恁来，妈妈，感谢呢。嘿啊，虽然啊，就差这1分2分啦。来，欢迎恁拢就来，无走哦。我是讲，感觉这个节目哪会遮甘心拄啊安尼。叫车甲阮载转去，即摆搁叫车甲阮载。你看，我是咪有情有义？感动啦！来，感动。拄则讲到因的迄落啊，我先问阮这边的吼，因为拄则因2队咧比赛，我问阮这边的心情啦吼。好来，我来问者，妈妈，拄则的心情安怎咧？没有，你看阮拢笑眯眯，阮拢伊足轻松，嘿，真欢喜参与伫这个节目，啊，所以阮无遐。
在意讲我一定爱提奖，好在意讲我今日来参加，嘿，妈妈讲了欢喜就好啦，欢喜就好，所以我是足轻松的心情。是，因为咱母语本早大家都爱讲，本来就是无压力的一种代志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太好太好。是啊，因为少年囡仔吼，第一届因嘛是足拍拼呢，因家己搁去偷偷练习。对啊。嘿，是不要紧，互因对，就是表示讲，咱台语以后有望啊，有希望啊，吼，有囡仔要传，安尼就好啊。少年人爱讲啦，是，少年人爱讲安尼较传话。无唔对，而且佫会写歌，嘛佫较好，甲咱台语好啊写较水的。吼，好啊，若要过来访问，就是咱这拄啊客人车已经出去啊，吼。我拢过啊呢，高速公路落去啊。哦，对，真可惜。我是对恁较歹势，是因为真可惜啦。没啦没啦。嘿，啊，拄则的心情安那？知影家己的台语程度无到遐，但是嘛是有过来去学这物件。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机会。无唔对。啊，拄啊好，拄啊就是有小可迄落，吼。感动，其实哦，阮更较感动，因为阮对规个96组的家庭，阮来慢慢啊算到前3名安尼。经过64集的比赛，阮有64集，阮有拍败啥人过？拍败足侪人，比如讲詹雅文嘛，詹雅文唱歌的，还有钟欣凌，好欢喜的，啊洪山良老师，还有咱的金庸，啊，还有尤安顺啊，尤丽英啊。黄仲坤啊，这拢是讲台语讲足侪年，可以表演足厉害。无唔对，有对咱台语有贡献的人，结果来阮遮嘛，感觉讲阮的题目哪会遮尔啊困难？是啊，因都无机会通啊来咱前3名，所以讲较想要前3名。真厉害，爱互家己一个拍声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今日哦，其实哦，咱爱真感谢真侪人啦，先感谢咱的老师。哦，感谢咱罗光新老师。我讲到一半想要讲无啊，哈，老师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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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，啊，佮有咱甲咱见证的律师。好，感谢咱的江律师。啊，上爱感谢就是啥，咱的公司台语台。是，互咱一个遮好的所在，通表演来讲台语，感谢。后一季哦，等恁咯，第9季哦，是第9季吼。对对，后一季第9季等恁咯，专家有地位。讲台语真正在铁爸爸。哎呦，你有摕到，拢会欢喜啦。还来报名。感谢大家！哎呀，这次你够正能量。过来报名。对，容易哦。哎呦，大家记得啊，容易。有时爱做音乐